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嘿，因为拄则吼，迄个你调整迄个声音对无？做想要换一个新的，毋知影问题伫倒哦吼。有当时啊，敢是咱会想讲啊，即个物件吼，甲伊迄个换新的较紧，对无？像迄死去的物件，佮活起来敢有较好？嘿，美华姊妹你好，哦，你今仔坐第一排，真好真好。再来，为什么老师今仔日想着讲要讲即个？老师有看过吗？有听过人死人佮活的吗？有听过但是真正毋捌看过。毋捌看过吼，观众朋友有听过吗？有看过吗？有听过即种？咱想有听过迄什物5分钟、10分钟、2、3工的迄种吼，去什物天堂来个转来迄种，嘿，所以毋知影吼，感觉你感觉安尼敢好？若准每一个人吼，拢会当搁活一遍，安尼敢好？观众朋友，你会当写看你的看法咯，嘿，因为吼，为什么会讲到这吼？我想讲，昨昏我听老师讲，较知影哦，原来迄个美国对无？最近有即个啦，这叫啥物？阮遮讲叫做变色龙吼，去蜥蜴。好，这台语嘛，要安怎叫吼？阮听讲叫做四角条啊。哦，四角条啊，好。伊吼，迄个青蛙要安怎叫？青蛙叫啥物？青蛙叫阮遮有人讲叫做水鸡，有人叫做长甲啊。长甲哦，毋是四骹吼，好。所以吼，叫四骹了，叫四骹啊。四骹吼，因为这吼，就是听讲伊是迄冷血对无？所以伊足寒诶时，伊就会变足寒吼。伊伫对啥物温度，伊就会变迄个温度。结果迄伫咧美国今年伤寒，伊诶身躯变冰去了拢落落来吼。所以人也讲啥物死异鱼吼，落雨啊，结果是落死异吼，这足特别诶吼。最近诶一个新闻吼。佮有这是老师讲诶对无？老师要解说即个是啥物鱼啊？阮台湾吼叫做琵琶鱼、琵琶鱼，琵琶鱼，有人讲叫做笨色鱼。哦，对，因为伊是嘿，歹势吼，恁知有怎叫做笨色鱼？因为伊听讲伊有一个吸盘吼，会当甲迄个水族箱清好清气对无？吼，伊个喙吼像吸盘安尼啦吼，会从迄玻璃顶会将一寡咱讲藻类吼吸无好生气。对，来吼，听讲伊伫外口无水诶所在，佫会当活几点钟哦，伊啊定扣哒哒，你甲伊囥落水内面，佫活起来啊吼，这有算死去佫活吗？其实伊无死对无吼？咱知影诶拢是还袂死诶安尼足奇怪吼，佫活起来安尼。好，但是咱今仔要看诶，即个是真正死去啊吼，对无？真正过身啊吼。咱来看吼，路加福音新约诶圣经路加福音书7章11、19、16节吼，或者安尼讲吼，过无偌久，耶稣起一个城名叫拿因，伊学生甲规定人甲伊同行来。咱先来讲吼，拿因城即个所在吼，离加比隆差无1天诶路站。其实我爱看即个经文诶中间，发现讲。即个拿因城伫旧约时代吼，嘛有出现过一档吼。咱慢只讲伊出现啥代志啦。看观众朋友有人知影这是啥物代志发生哦？进前有发生过嘿。来，咱来看12节啦吼。要进城门，拄当有人扛一个死人出来，伊诶老母高生即个囝，佫是酒馆。城内有济人得送伊，第13节吼，主看见就领伊，甲伊讲袂得好。来，咱再看吼，14节讲吼，就活去望迄个挂身尸的架，讲个人天骹，伊就讲少年人啊，我甲你讲起来，死人就坐起来，煞讲话，
耶稣就将伊互伊的老母，众人拢惊吓，归因跟上帝讲，大先知有兴起伫咱中间讲，上帝有看顾伊的百姓。来，咱我来问吼，你感迄个日规吼，即个所在哪因所在捌发生过什么代志？袂记哩啊！即个哪因有人知无？哦，拄则有人足厉害哦！迄做个钓鱼迄个朋友已经知影，迄叫垃圾鱼。毋知影呢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哪因有发生过什物代志诶？日规吼有一个大先知叫伊丽莎。伊丽莎吼，即个人，即个先知吼，你知吼？伊捌去一个城去互讨米粉，讨伊要讨，讲伊巴肚枵要食物件。是。带伊拄着一个寡妇酒馆诶人，伊嘛有一个囝，伊讲吼，我甲阮囝吼，着剩一杯米粉，甲一撮仔油，即顿食饱就要来死啊！结果足奇怪哦，伊诶米粉，逐工摕拢摕袂完，逐工煮拢煮袂完，无偌久，伊即个后生翘起。迄个伊丽莎学即个寡妇诶囝，死伫底活，佮活起来。共款哦，即离想即件代志，共款发生即个哪因所在。是，共款是一个所在，所以即个所在足特别。若即卖人可能会去啥物，去一间啥物迄落吼，求讲会当得活诶。既然怪讲来遮有可能会得活起吼。对。咱知影吼，伫即个耶稣时代阵吼，一个寡妇吼，伊足可怜。如果伊无囝，会足可怜吼。因即个寡妇有囝，毋知影即个囝吼，死诶毋望，拄叫巧伊，你看，敢会足凄惨？是啊，会对，咱直接要问观众朋友，即个姑姑是啥物意思哦？看有人会当写出来无吼？真正是足凄惨诶吼！剩一个囝尔，迄个囝佫翘起啊吼，佫翘起啊吼，无活去对无？对迄阵诶人来讲啊，对迄阵诶人来讲吼，是真凄惨诶。即摆人吼，因为有侪生活诶纪念嘛吼，所以无要紧吼。但是伫耶稣时代阵，一个酒馆人带一个囝，一定足艰苦啊！无离顾，即个囝拄叫巧伊，有可能破病啦，有啥物情叫巧伊，吼。所以逐个人，即个做妈妈诶人，伊足伤心。但是甲伊做伙即个人嘛，非常诶伤心，嘛会送即个人，吼。你看，如果咱看着，咱会哪样？如果是咱看着。哎呀，可能看伊做伙好吧，无咩呐，吼。一般咱就介好尔吼。如果即摆叫医生来嘛无效啊，人就死伫遐，医生来嘛无法度啊，对吧？对啊。伊迄阵耶稣伫咧上去拄着即个送葬诶一个队伍，看着安尼，耶稣就自然去怜悯伊哦。早吼，迄个要救耶稣，伊诶人拢去找耶稣。但是即届带耶稣去拄着因，看着即个妈妈要送伊死即个囡仔，就怜悯的心吼。你看，来发生啥代志？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就去甲伊蒙啥物？蒙迄个，这啥物？挂心事面吼，耶稣拄着迄阵吼。叫毋通吼，我着足伤心啊！你叫我莫吼，我着囡仔一定无去啊！你叫我莫吼。但是耶稣煞行去即个挂心死的即个计啦吼。咱即马知影，咱即马人假使有去拍算去，算是拢会用一种原木会底调的啦吼。但是当时耶稣时代即个中东的所在，因是拢上一个计，好像咱种担架呢吼，会扛起伫迄个因诶墓园是用空用迄个山洞挖一个坑，你放在内面嘛吼。所以因是用种方式，所以耶稣去到蒙即个种扛即身死诶计吼，讲少年人
起来，啊，你看会哪样？诶，跳伊啊，什么？啊倒哩啊，啊你去用计坐起来，啊问啊你笑诶，啊人死叫你坐起来吗？吼，是，有可能人会安尼讲哦，吼，但是吼，嗯，即个人有起来无？迄个死人着起来坐呢吼，有起来坐，这是现代传奇，吼，人会惊着，感觉迄个是啥物回光返照无？那有可能一定人死去啊，啊，都要扛是，去埋葬啊，嗯，啊，已经要计拢计登记，起来，啊，起来坐，哦，一哦，般人会所以惊着，吼，会惊是着，应该毋是打死去尔吼，因为已经要互扛去啊，对无吼？是，吼，所以就是搁起来讲话吼。所以吼，我是安尼想啦，吼，当嗯，时因这个城市，伫较早古个时代吼，因知影有一个先知，迄个人叫伊丽莎，互一个古岁囡仔得国啊，嘿，啊，因一定看即件代志，绝对会想即件代志。哦，啊早迄个迄个囡仔，迄个寡妇的囡仔死去，都话伊是大先知，叫伊丽莎。是啊，今仔日经过遮久，倒一个人互一个死去的囡仔计爬起来，啊，真正爬起来坐，啊坐了，耶稣都将这个囡仔交互伊的妈妈，所以因就想即个代志。哦，一个大先知兴起伫咱的中间。是，互因去想即件代志，上帝一直拢无离开因。虽然因经过真济无共款历史的过程，因为有讲掠去哩外地做奴隶，啊尾仔因才转来伫遮，因一直拢一直是上帝一直甲因伫地，因为因是上帝的选民。啊，共款哦，咱即马吼虽然有可能看袂着耶稣，啊，但是耶稣一直伫咱中间。是，啊，咱虽然毋捌看过讲，真正看着讲人死去就活起来，但是咱相信咱所祈祷的上帝拢有听着。是，对。其实正人看见嘛是拢足惊吓的吼，因为想讲嘿，毋是足欢喜，是真惊吓。是惊哦，是惊吓，因为吼是一种吼，因耶稣时阵，因拢认为讲，上帝离开因啊，啊因会兴起一个救世主，弥赛亚要来拯救伊，但是因却毋知影即个耶稣是即个人。啊，因嘛拢认为耶稣是大先知，因无认为是一个要救赎因的一个救赎主。对，因有人到即阵搁咧等即个王吼，甲因救对无吼？犹太人是，对，所以伊即阵伊嘛是感觉耶稣虽然有行过即个死人搁活，但是伊是先知尔吼。啊，咱则是今仔即个要讲下讲，第咱所信的耶稣，伊不只有灵力尔，伊都有大关联。啥物关联？咱比如讲咱破病，一定要有医生看。啊，医生咱食药咱好，但是吼，你看咱正常看着讲耶稣伊即个囡仔活开是叫伊爬开坐，伊就活开啊。啊，你一两礼拜咱讲着一个外官的囝，伊是外邦人，伊要叫耶稣来救伊囡仔。耶稣讲：啊，你回去恁囝好啊。伊讲的话就是关联，就是一个关键。对，讲要活就活，讲死就死。讲要叫活就活嘿。真正诶上帝较做会到诶，对无吼？其实咱即阵虽然吼，无人讲足侪人迄死个活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会心死去，嘛是个会当活，对无吼？咱即阵会相信上帝诶人，若是你若感觉讲你已经活甲足忝诶，想要来放弃人生诶时吼，其实会当来嘛是会当来找即个耶稣吼，伊到即阵搁伫咧搁活咧，所以伊嘛是会当互你搁活，对无？但是耶稣是现代人一个愿望，啊嘛是现代人一个要追求的物件。因为咱只要有耶稣伫咱的心内，虽然咱有真济痛苦、真济郁卒，但是咱伫耶稣内面啊，咱要有愿望。对，啊，为迄生理死去，可以当活对无吼？
做生意啊，还是啥物代志啊，其实咱礼拜即个上帝真正做咩啊讲，做神奇的吼。好，所以你若还袂明白即个上帝呢，欢迎你会当共阮做伙来吼。你若有啥物问题，嘛会当写落来哦。啊，有啥物想要了解的，你会当来甲阮讲吼，写伫即个留言吼。哦，这是啥物真理吼？有人一个梦辰弟兄来吼，对无毋对吼？找真理，吼，找真理会当搁我吼。对，真理拢伫圣经内面吼。是，所以其实做好耍诶，其实像咱拄则有看迄个啥物戏啊，迄个明辉讲粪扫戏吼，垃圾鱼吼，粪垃扫鱼。圾鱼，嘿，伊伫外口，你会感觉伊已经死去啊，结果其实伊无死吼。所以圣经嘛有讲，咱会死诶，毋是死去，是困去，对无吼？到以后要搁活。老师后礼拜搁讲较济有关系即个问题，对无？咱都慢慢吼要进入即个伫基督教来讲是个偌济诶即个节期，咱会即个讲到制作诶问题，讲到人国外诶问题，搁再讲到咱后摆新天新地诶问题。对啊，一定爱来做伙来讲台语。嘿，你会感觉讲，基督徒拢无你啥物，无你拜，所以因诶祖先拢迄个无人甲伊孝啥物。无人伊讲吼，拢无人纪念，变做孤魂野鬼。是，其实毋是安尼哦。所以后礼拜下暗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欢迎你做伙过来同阮开讲吼。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圣教会含泰国天幕基金会吼，阮希望借着念台语读台语的圣经，搁较明白吼，即个无共款的，用无共款的语言文化来明白圣经哦。好，嘛欢迎恁帮阮宣传，家己按赞者，会记你按赞吼。多谢今仔日诶观众朋友，多谢你，好，多谢老师，平安，后礼拜空中再会。